今仔日台语课观察这个专题，带观众朋友来看现场。根据着这文化部的调查，讲台语的人对阿公阿嬷到孙这三代人使用的比例，一代一代伫咧减，一路减到6成。来看这婚林观众国中，为着要让学生加讲台语，一直咧拼死找找资源。不过校长伊着破白讲，这保语推广真好做，上界大的困难就是社会的语言平等意识也是无够。老师提醒学生爱讲台语，唔拿伫台语课讲，平常时嘛爱开嘴讲。不过学生敢若无啥关系。婚林县中高中的校长讲，伊若讲台语，会有学生问讲，是安怎要讲台语？因平常时无虾米咧使用闽南语，这我是感觉足奇怪，因为这算装卡。婚林县中算装卡，虽然老爸有咧讲台语，不过台语传承有源有危机。根据文化部伫1809年，后界针对国家语言发展所做的调查显示，甲爸母讲台语的比例是50.82%，甲配偶讲台语的比例是40.82%，甲囡仔讲台语的比例降到剩21.05%。台语第三代中间的使用比例大减到6成。县中高中的校长为着卖互台语放假遐紧，伊带头行动，互台语进入生活。我着家己要求家己，往规个专程着往台语着去讲。校长毋但用行动带动讲台语的风气，伫1808课纲规定，高中1年啊、甲2年啊，逐礼拜拢爱上一节本土语课进前，学校都已经请老师来上台语课。校长搁伫假日时啊，开台语认证班，亲身教学生练罗马里。阮老师嘛拢做联动的，甚至阮有导师伊会陪学生，是校长咧开课，咧教认证课程的时阵，会陪学生吼是假日来学校上课。为着要互学生上台语课的时，嘛通认捌在地的人文历史甲丰富的物产，校长嘛有参与婚林的本土语辅导团，为各中的台语课本编写补充教材。虽然学校尽力找找母语资源，不过台语伫公共领域使用的比例低，学生会开嘴讲台语，就干那甲阿公阿嬷才有咧讲。会使甲阿公阿嬷开讲，因甲你问，你有法度甲回答。讲的话我感觉较简单，毋过若写的我感觉真困难。校长坦白讲，台语要推广真是足艰难，上大的困难毋是学生无兴趣，嘛毋是家长无支持，是即卖社会认为学台语无未来。升学也是上重要，闽南语都无考啊，既然无考，我会晓讲袂晓讲无差嘛。校长讲，伊正做县中高中的大家长，考试科目、体育艺能嘛是爱顾到。敢若讲伫咧台语这块有法度做到倒位，伊就会尽力去推广。婚林县的囡仔，咱要伫规个台湾徛起，咱的特色是啥物？咱的台语应该比别人、比都市囡仔较厉害。虽然即卖大环境语言平等的意识也无够，不过伫咧婚林县中，有关有一群老师咧拍拼，甲因的学生囡仔讲，台语是咱的根。记者综合报道。